缓步前进，突然帽子发出警示声。 可以在左右上下45度、100公分内的距离侦测到障碍物，为视障者画出安全范围。我们现在视障者嘛，就是辅助工具都着重于脚步啊、脚步那样子，但头部上面的辅助工具就很少，他们没办法做到保护头部。曾经亲眼目睹邻居视障妈妈外出时撞到木板昏倒流血，激发林和哲帮助人的想法。他和同学利用电池、太阳能板、超音波感测器装在帽子里，设计拿到发明大奖金牌的肯定。你们拿到了奖的作品，没有觉得它已经尽善尽美了，还要再改？就是在嘈杂的空间嘛，至少就是可以调成耳机的，然后戴着。 另外，这群学生看到刹车磨损出车祸的新闻，也从生活的需求发想出好帮手。如果是已经磨损的时候，它就会这边有一个指示灯会亮，上面一个指示灯亮，然后会发出警告音，它就通知我们的骑士说你的刹车系统已经磨损了。车轮轮胎皮磨到什么程度该换，不是修车厂的师傅口头说了算，多了安全保障，也少了被卡油的风险。 而这种可以清楚看出气缸运作原理的桥板，也获得了汽车业者的青睐。虽然还是学生，但透过团队合作和老师的指导，创造出可以量产甚至贩售的发明，还没出校园就已经坐拥专利。我们目前其实是已经有厂商跟我们在洽谈整个一个购买的意愿。同学们，创作灵感黑马给创作灵感是什么？台台 CC 事情。 台台 CC 个事情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还能为生活周遭或他人创造出什么好东西呢？孩子们一直在尝试，而这些年轻的发明家也已经展现了受国际大奖肯定的能力。创作灵感黑马给台台 CC 个事情，创作灵感黑马给台台 CC 个事情。